各位親愛嘅觀眾，大家好！工聯會中西區灣仔地區服務處中南歌唱團擔綱演出嘅歡樂歌聲詠金秋又同大家見面啦！喺呢度雖然遲咗啲，我都要講翻一句，歡迎大家光臨指導，多謝。時為9月，序屬三秋。雖然現時係新曆9月，但係公園裏、街道上都好多黃金色嘅樹葉，加埋我哋今晚中南歌唱團歌手們佢哋嘅喺空中回盪嘅歌聲，相信會帶給大家今晚一個舒暢嘅晚上。我哋今晚嘅演出係有順利嘅一面喎，因為我哋唔使1年嘅時間咧，就再一次申請到文娛中心呢個咁美好嘅演出場地，但係亦都帶來我哋一啲壓力，因為我哋唔想次次演出都係老模樣，差不多。我哋希望次次演出都有進步，但時間又咁短，點辦呢？好在我哋啲同學係得嘅，佢哋一知道個演出嘅日期啫，即刻話要加緊練習、加緊學習、加緊排練，仲話要搞一啲新意思，要突出一下喎。佢哋仲講一句説話喎，話有壓力有動力啊！講得好，講得好啊！一陣間同埋頭先舞台上嘅做出嚟又點樣咧？我唔方便評論啦。請大家一陣間睇完之後評論一下，講翻啲意見俾我哋聽，等我哋有所進步、有所鞭策、有所改進。多謝各位，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多謝。好，唔該晒，有冇嘉賓先？多謝老師。我哋今晚除咗有歌聽之外咧，我哋仲有視覺上嘅享受。係啊，因為跟住落嚟幫我哋表演呢首歌嘅盧秋康同學唱嘅《紫船》咧，有多少視覺效果啊？請大家細心欣賞，聽下睇下。多謝晒。